好，歡迎大家來到客家名路學業，我是圖書組阿忠古。今日嘅課程咧，我聊大家小嘅係言語，大家平常時啲屋卡度啊，也係唔自家有一啲發言冇啊，種自家嘅花啊、草啊，就會知道講心肝嗬，本佢愛奶多嗬，當爽爽嘅感覺。我身邊有當多嘅朋友，啲屋卡度會做乜嘅咧？龜背芋啊！下方很多天仙蘭，種得那個天仙蘭過後，看佢安尼爆芽，安尼裂開參筍，上個葉嘅吼，見來見去嘅嚇，就知道講佢咩係愛嘅聲音嘅感覺。今日課程係分咗3個部分，我帶領大家了解到，平常時係個樣板型照顧那個植物，韓國公器樣板型托，樣板型來韓國啊，你去老嘅頭家打在骨架下，有那度空空扣扣，有那度優良，需要去注意到生活地圖未用得到，呢度下法向下來看下去了。好，今日嘅主題係言語篇嗬，唔過咧，呢下我先教大家，第一隻機器就係翻譯講嘅嘢，下翻很多咩，乜解，咩乜解，呢隻機器都日常生活度嗬，其實當接用得到。我也很喜歡吃炒飯。愛咩當好食炒飯，呢種機器都平常生活地圖，真見使用的頻率非常高，表示同樣的東西，愛咩愛的感覺，並將講啲言語的場景地位度，我用到講手機那個植物種的過程就當適合來用到。不過咧，合法地圖都得樣板型來講咧，向下來看下去是咩。也，來看一下第一隻機嘅咩嘢，啉水咩當蔥油，啉水咩當蔥油，澆水也很重要，向下睇下南西煙強樣板型講。啉水未該蔥油，好，第二隻機嘅咩嘢，花筆咧未愛嘟好，花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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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要剛剛好，第三隻機嘅咩嘢，唔咩做得了解種花嘅奇秘，你也可以了解種花的趣味。向下來聽一下南西煙強係樣板型講。沒做得了解種花嘅奇秘。好，相信大家家等當行了3隻機嘅嗬，就已經學會乜解咩兩個機型了，什麼也怎麼樣哈？平常時生活地圖真嘅係咪接上聽得到人家講，愛咩上嘅樣板型，兩筆咩當蔥油，兩上課計下字當蔥油，筆咩當蔥油，文氣咩當蔥油，兩做得啲生活地圖用得到，比如講到屋卡度啊，老媽媽講，愛咩愛做乜解嘅時節，兩就當會用得到。接下來向下來看一下兩隻機器樣板型的植物言語嘅情景當中，用到兩隻機器了。